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来关心这个过去的这个威权时代被扣入去做这个情报系统的这个学生啦这是咱看到民进党台中市立委黄国书啦可能也讲过去学生时代熟悉着反对运动的这朋友，唔知当时叫这个政治人员这个注意着对着被约谈啦迄当时咧，咱讲到这个黄国书有讲到爱提供着这个证据，会有保护的这个机制在半下半理由之下啦，黄国书同意讲到提供消息，甚至加入民进党了3党继续为这个情报系统来服务。伊嘛承认这件代志了，宣布要退出民进党另外咱讲退出着立法院党团这运作。另外咧，嘛无要寻求连任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这伫政坛上，无论是民进党的这个党内，甚至这个国民两党遮拢有一寡这个咱讲着风波伫咧啦先来看到讲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安怎讲？伊讲这是大时代政治单位毋是国民党的这个作为啦但是过一当了后，伊佫讲迄个时代国民党当然爱负责啦另外，咱嘛来看讲行政院长苏贞昌安怎讲伊就批评讲这款的这个讲法就亲像讲你是咱讲台人。唔是人是菜刀杀人唔是剃刀的这个人另外咧，这个政坛的风波都要继续来看到讲，咱到底是唔是爱甲咱讲促转会所谓这个档案来甲伊公开啦咱嘛看到讲这个政治档案条例内底啦内底有这个化名代号啦另外咱嘛看到讲是唔是爱完全公布着这个线名伊的这个名姓啦另外咱讲这个法令内底其实有这个互相矛盾的这个部分，但是促转会可能伫明年5月就要暂时咱讲落下伊的这个任务啦伊讲未来咱要安怎来开放着这个档案，也是讲转型正义爱落实啦伊讲爱厘清着推动档案开放甲利用但是这嘛引起着真济讨论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关心。先来邀请所有来宾，第一位咱要邀请民进党立委范云。大家好，主持人好。第二位咱要邀请中国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黄祖铁，主席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政治辩论员林罗水，罗水兄你好。大家好。第三位透过连线，咱要连线屏东大学社法所助理教授苏庆轩教授你好。大家好。是啦，咱即阵要先来带大家来看讲这个新闻是安怎引起着一寡这个讨论甲风波伫咧尤其对着民进党来讲，尤其对着蓝绿两党来讲拢是一大咱讲问题这个产生先做伙来看。出现在基进党立委陈柏惟活动的场合，立委黄国书15出面来支持限日罢免风波的陈柏惟。才过一天，16暗时就平面的媒体报道，黄国书不在戒严时期为政治单位担任线民的工作。17号早，黄国书伫面册承认这件代志，宣布即日起退出民进党，并且别再参选立委连任。他对于台中市民、对于他的选区的选民的努力跟付出，我相信他选区的选民应该都感受得到那当然，过去或许有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事件留下了记录，但是这段时间这20-30年里面，他在政治里面的努力，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很多的支持他的选民，大家应该都会记得，不会忘记。对着黄国书退党的震撼弹，共党的议员也感觉惊一个。不过对着黄国书文静的表现，拢认为是大家拢看会到的。另外，民进党是经由书面的声明来表示尊重黄国书所说明的内容，支持伊勇敢面对历史的态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礼拜17南下来到台中参与罢免的活动，伊表示对着民进党的内斗是不爱评论，也强调迄是大时代的政治单位，不是国民党。派系的内斗，我就不予置评。不过还是回到今天不是国民党，是当时大时代的行政单位，大概30-40年前的行政单位，而30年前国民党就已经自我反省，开始民主化。邱总会表示，无对个案来评论，线民只是监控系统的上尾因为更加重要是线民背后的体制，伫还原历史真相时，才应该阿互看到。未来继续来推动档案的开放甲应用。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先来请教这个范立委啦咱范委员咱头段嘛看到讲这个黄国书委员伊即阵已经是来退党正式要退出着立法院党团。对党团来讲是毋是会认为讲其实失掉一个人才，但是伊过去伊所做的这个所为，其实爱讲清楚才对。
我想，委员这代志哦，我知影的足少的哈，因为伊嘛讲足少的啊，新潮流嘛无讲足多哦，所以我就歹无讲啦，对吧？无讲啦吼，就歹判断吼。我的感觉是讲吼，至少吼，委员甲新潮流的决定哦，是一个转型正义的开始。但是咧，咱知影的足少啊，这个代志足困难的，为什么安尼讲？吼，因为咱嘛唔知影讲委员有做过啥物代志，吼啊，咱嘛唔知影讲即个真相吼是安怎吼？但是我想讲，这是一个较好的机会吼，互咱台湾人来讨论吼，像即款的代志吼，甲即个推动就困难的转型正义吼，爱如何来面对吼？但是我想上大的不易哦，就是像朱立伦朱主席这款讲话啦，伊第一摆讲啥物情治系统甲国民党无共，大家拢知影啊，今天习近平主席吼，伊的政府出代志，啊是习主席比较大吼，要不要负责？当然嘛，因为这些都是以党领政吼，当然吼，迄三党钱哦，拢是国民党伫领导啦吼。那啊，连讲吼，今仔日朱主席佫讲，这是过去国民党的代志。跟他讲起来讲，甲其他你国民党无共，啊，国民党唔是共一个国民党，你名嘛无改啊，吼，无改讲台湾国民党吼，所以你爱面对历史，我想讲这是最大的不易了吼。啊，朱主席讲阮30党钱就面对历史，你面对历史，不是讲民主化，你是被迫民主化，这个就做下家拢有伫做研究啦吼，是讲伊迄阵还没有民主化，可能就会失去较多，吼。是足大的压力吼，伊即马讲到民主化，敢若是国民党主动开放，毋是即款的代志。小咱林浊水大佬伊问伊就知影吼，啊，为什么讲国民党都没有面对这个历史？第一吼，即马促转会网站拢有讲，国民党家己的档案拢无要交出来。伊什么海工会啦、文工会啦、青工会，这些东西就大的组织吼，伊即马档案没有依照咱国家的法律讲吼。合法就是说要跟大家讲，我家有一寡吼威权时代的政治档案，伊无讲，啊叫伊交出来嘛无交，啊促转会要去找因吼做研究吼做访问，因即寡吼当年的决策大佬吼有位置拢拒绝吼，啊今天那也在讲伊下面30年前就反省，伊根本就没反省，嘛无认同讲即寡代志应该要互大家知影吼。我想咱台湾人是非常的善良的人吼，那咱的做法到今嘛为止吼，没有一个加害者为大家道歉，啊反而第一个咱公开来承认这个代志的是咱民进党的立委，就侪人拢感觉讲那代志那会安尼。OK， 所以从外角度吼，我也想讲，这款代志咱国家应该要法律一致哈。咱怎么面对讲威权时代有做过一些伤害人权、伤害隐私权哈、伤害信任代志哈，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某一个层级上的公职人员应该要自我揭露。OK， 像中欧、东欧或者是德国有一些不同的做法。那档案的部分也应该要思考清楚哈。在怎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对谁开放 ？OK 啊，如何处理？那当然，今嘛因为讲就侪人也是可以看档案哈，大概每个人看一个感觉拢无共。OK， 那所以今嘛这个黄委员的代志是说，你部分开放档案医疗的一个结果。OK， 那促转会跟我就这代志应该要走来，是说。我讲你基本上拢是用有的嘛，好，因为以我去看那个档案，我拢唔知影讲像是廖北啊，跟他讲用有的，啊有的唔知影是丢还是唔丢，哦，你这样部分开放档案，啊，会互人去看，但是看的时阵唔知影当年是多一个你身边的人吼背叛你，安尼感觉。佫较无好，就是你的要求可能是买手啦吼，这个完整的公开才有这个合格这个基础伫咧吼。安怎公开，当然爱想较清楚一点。对当事人公开就好安尼吼。继续后对当事人公开，因为就侪国家有无共的做法，咱会使好好讨论吼，啊安怎做是对咱台湾的民主、甲台湾的人权教育较好啦。有影，咱等下好好讨论吼，亲像讲德国也是讲南非这个例吼，安怎做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搁回过头来讲到吼，这个国民党主席吼朱立伦其实有讲到，迄是过去政治单位吼，毋是国民党吼，但是隔一天了后，伊搁讲吼，啊，迄当阵的这个国民党吼，当然爱负责啦吼。咱讲态度是有一寡这个转变，继续。咱请教主题啦吼，为什么态度上有一寡转变呢？我感觉
这个朱立伦主席吼，伊第二讲这个讲话较完整啦，吼，无你会互误解。OK 就是讲你无愿意面对过去迄段历史，因为国民党伫台湾执政真久，吼，啊，所以讲我感觉。应该安尼讲啦，伊正经讲的嘛无唔对啦。伊讲吼，迄阵甲迄个吴国书委员吼，迄阵是学生啊，甲吸收的吼是政治的政治单位，政治单位吼，毋是国民党。啊，确实有影，迄阵政治单位甲国民党是两个组织，但是迄阵吼党国不分嘛，吼，党国的体制，所以讲。国民党当然嘛有责任，只是讲迄个责任甲迄个关联性偌悬，迄会使大家讨论啦。所以讲你也要完全讲甲迄个边啊，讲啊，这完全无关系。我想这我这也讲袂过啦。所以讲迄个主席吼，有改变的讲法，我感觉安尼是正确的啦。啊，但当然面对过去迄个历史吼，国民党有反省无吼？因为朱立伦主席头一讲就讲嘛吼，30年前有开始民主化有反省。我甲大家报告啦，我认为国民党面对这段历史爱谦卑啦。OK，迄确实有影，就算讲过去国民党带领台湾甲人民做伙啦吼，带领台湾吼保护台湾土地这个安全。经济发展嘛袂歹，但是在政治上，咱是威权的体制，这是事实。无民主化，民主化是30年前才开始的。啊，所以讲我感觉爱谦卑。啊，但是我甲大家报告，莫袂记的，马英九总统吼，伊就任总统的时阵，2008年的时阵吼，伊就任总统无到2个月，伊咧参加吼一个台湾改元21周年的纪念，吼。这个活动的时阵，伊就当场代表政府向白色恐怖吼，这个受难者家属吼道歉，回失礼吼，啊个鞠躬。我意思讲，这就是个态度的展现嘛。包括228事件，伊做总统，莫讲伊做总统啊，伊按做法务部长吼，迄阵咧处理迄228事件处理的条例，伊迄阵做。法务部长，伊就开始对这代志有表示的态度啊。1993年开始，98年伊做市长了道歉，做总统就道歉。所以讲我认为讲国民党有面对这段历史啦。但是就算我的意思讲，如果做了无够，OK，大家要批判啦，我尊重啦。OK，但是我的意思讲，朱主席，我感觉伊头一讲讲迄个话吼，可能吼无够完整，会讲误解啦。所以讲第二讲吼，伊就认为讲这负责，这国语安怎讲叫概括承受啦。OK，坦白讲，朱立伦迄阵，伊可能30年前，伊应该阁是可能是学生还是独立社会，我毋知。我意思，迄阵甲伊无关系，嘛甲马也无关系，哦。大家拢是当事者，但是概括承受，因为安那，因为咱是阮是国民党员，哦，而且国民党了08年到16年，阁是执政党，所以讲吼，我认为这代，当然这代志安那报出来，是毋是甲民进党内底派系斗争有关系？我毋知，这因的家务事，我就莫讲伤济，但是。我认为国民党即就朱立伦主席吼改变这个讲法吼，啊，甲补充，这个态度甲方向是正确的。有影啦吼，头拄啊主题嘛有讲到吼，除了这个咱讲态度一寡这转变，啊，其实第一讲的这个话内底吼，嘛有讲到吼，这个朱主席伊的话内底讲到，哦，这是民进党内这个吼内道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咱来请教吼罗水兄吼两个部分，第一个吼咱看讲，共款是朱主席的这个讲法，第二个部分吼，就是即阵是团讲民进党内部啦吼。家己伫遐搭来搭去啦，你安怎看咧？黄子洲讲了是，虽然我有淡薄意见，不过真无简单啦，讲到安尼真无简单。亲像马英九28足认真诶，是，我甲肯定几下解。但是较可惜哦，为什么国民党内底就独这两个人尔？较大头的对这个问题拢讲，我一块1543，奇怪你脑子入了无啥调动呢？吼，总统上大卡。啊，总统，啊，你都无，大家都无伫听总统的话啊，安尼大口哪有啥物路用？哇，你个总统做假的款的吼。好，啊，这个拄则国民党讲哦，这是大时代的。政治单大时代啊，1980年什么大时代是国民党上衰的时代呢？嘛是因为国民党坚固错误的迄个国家定位政策，
历史了1980年嘛是上台湾国际地位上稀微，啊嘛上衰到国民党不得不改革。为什么不得不改革？因为过去美国人啊，较安怎对台湾的民主有意见，但是总是认为台湾一定比中国继续好诶。但实际若毋是迄个天安门事件发生爆发。若毋是安尼话，美国人对台湾甲中国的边界照民意调查已经颠倒版啊呢。若讲美国人认为中国比台湾较好，笑死人啊！啊，这有啥物？毋是完全无根据的，因为迄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伊讲这袂歹哦。啊，这共产政国家伫咧改革，伫咧开放，逐工拢有一新的物件出来。啊，你国民党是做啥？哇！美丽岛事件，啊，陈文成事件，啊，甘南事件，一件一件直直出来。所以，互全美国人挺国民党挺遐久，若毋是国民党，嘛美国挺的时阵，台湾早都灭亡啊。当然，国民党的军队啊，我有肯定对台湾有贡献，但实际参像几摆今国民党上提出来做宣传呢，就是讲823炮战。你看，我国民党领导这个作战偌伟大，是几十年来上伟大的战争，我同意。但实际迄个战争若毋是迄个美国的支援上尾射飞弹，你空军去用消灭了，金门早就去用占领啦。所以在823炮战以前，迄个舟山群岛的战争，你的海军甲空军共同去用消灭啊嘛。啊，所以去用消灭海军、空军遐尼烂，向用用出来，向美国飞弹来啊嘛。就是安尼才救着国民党。我足伟大，实际上无。你讲爱谦卑，但是一点无够谦卑呢。我毋捌听国民党安尼讲过呢。人讲823国民党老伟大，无讲响尾山飞弹很伟大，啊，对从美国来的呢。好，不管如何，遐尼提，因为美国人较安那对台湾歹，在880年较歹，但是无美国，台湾嘛是倒啦。安尼遐尼挺台湾的即个美国，迄阵啊，规个美国对迄个官员、对民间、对国民党有够野线啊呢！竟然派人去美国去杀人，啊，美国人哪会挡会了？所以声望过帮盘，啊，美国人民间拢反弹，你不改革怎么办？不改死路一条啊！讲我很自动做，我足伟大，较紧来改革，笑死人。好，所以基本上啊，这个国民党唔好想分家规啦。啊，讲迄种什么大时代，上稀微的时代，今仔这个讲好像是大时代，搞不懂总是啊，这个但是民进党在这个转型正义甲真相和解，是蔡总统当选了后，当选的时候都升到过哈，升到过，当选了就推出来。坦白讲，我迄阵抗议嘛，无直接抗议啦，因就来问我讲，即摆咱无迄个条件。为什么无条件？这讲起来话头长，但是我讲一点，就是迄阵转型正义，就是德国人，真相和解就是南非，因拢有真严重种族问题，白种人至上主义，法西斯啊，雅利安主义，屠杀灭绝犹太人，所以做个种族灭绝，也这样堪脏。是种族主义，这个南非呢，种族隔离，国民党呢的形式呢嘛种族主义，不过伊的种族主义真温和啦，所以德国、希特勒是迄个种族清洗，迄个南非种族隔离，国民党种族歧视。OK， 从同时期最的歧视参政权嘛，38年戒严戒掉什么人？
带对你台湾人无爱你做国立法委员嘛，就是安尼嘛，无爱你加入国会嘛。所以一个种族歧视，一个种族隔离，一个种族屠杀，都是种族问题啦。是，但是程度差很大。那程度差很大，你要去解决的时阵，是不是爱学人去看的工具，可以搬来台湾用，这第一点。是。啊，第二呢，若要正义就正义，都要追究到底，像德国人安尼，这摆掠着法西斯照常追杀，啊，这是正义。啊，你若要和解，对南非安尼，你承认，逐项抹消。两项是矛盾的呢。啊，你哪有可能讲哦，要搁转型正义，搁真相和解，这哪有在条安尼啦 ？OK。所以这个规个政策，第二个都唔对。OK。第三，你若要讲转型正义也好，还是真相和解也好，基本上啊，迄种推翻现有的法律地序。OK。法律地序有一个根本的迄个铁律啦、天条啦。对时效原则 ，OK， 时效原则就是讲你有啥物罪，几十年、几年都袂当都无去，都袂当追究；有啥物罪，偌久都袂当追究。为什么要有时效原则？是，你若无时效原则的话，哇，大概反骨效。OK， 迄谈言一朵花，拢善意的第三者，拢拖着，啊，规个社会动荡不安。OK， 啊，迄个。不放弃时效原则，是的吼。您国民党上高了，动不动啊，台湾自古属于中国。哦，哇，啊那边这大项都要自古，啊像迄南海嘛讲，那祖宗留下的遗产，大项都要自古啦。啊，那自古伊就认为这句话讲出来都赢啦。啊，这自古原则都跟时效原则完全对立。OK， 台湾人讲自古不得了，全世界继续大家都无第二句话啦，相差到底啦，天下大乱啦，社会内部嘛这样，哇，恁阿公的阿公，甲阮这个土地占去，啊，即摆我掠你来清扫，不得了啦，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所以这是委员所讲所以，若要安尼的话，我认为，若讲德国人伊嘛做到必须爱安尼啊，南非嘛做到讲无安尼袂煞，啊，推翻时效原则。在推翻时效原则啊，你要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精神 ，OK， 要有宗教的精神，是才能。所以，这个南非在做这个转型正义的时候，伊个曼德拉强烈的宗教情操，是超越党派。啊，然后伊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人是啥？图大主教 ，OK， 用宗教家的精神。来寻求造和解。啊，你用党的主席，啊，然后在这个行政院以下设置2级的机关，你都要处理真相和解、转型正义。是，笑死人嘛。OK， 开什么玩笑？这玩笑开太大了。他何德何能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你总统像曼德拉都爱去请主教。OK， 这做会到。啊！你讲，我小公务员，你几个公务员来给他办？这太轻率了嘛 ！OK， 注定会出问题。是，所以，德国的这个转型正义也是推翻时效。OK， 那个是上帝解决。OK， 把你这个德国整个灭亡，上帝解决了。所以那样的一个天大地大的大变动里面。要有一个宗教情操才能够进行。那你这个委托一个行政院2级单位的小公务员，一群公务员，那你怎么做啊？太轻率了吧？是，头拄罗水兄有讲到吼，就是讲德国这个部分吼，用司法来去追究追查真相吼。另外南非这个做法吼，以这个面对吼，伊的这个高度啦吼，来去引带着这个主教吼，来实现着用这个特赦这个方式换着真相吼，啊有和解这个部分。头拄罗水兄嘛有讲到吼，其实台湾要做吼，第一个是司机上的这个问题吼，介无。唔是伫咧好的这个时机哈，另外就是咱讲吼时效性，咱这个档案时效性到底爱藏偌久吼？啊，过去的代志咱偌久以前都莫阁去追究吼。但是咱讲吼真侪人吼，亲像这个委员家啦吼，嘛真想要知影迄
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啦吼。另外，咱们看到讲吼，伫咧2019年开始，这个促转会其实有开放着一寡这个档案，互当事人来去看吼。即阵咱先带大家来看这个影片。你可以从档案中看见自己曾经在几年几月几日下午几点和谁在哪个冰果室吃冰。你可以在档案中看见自己母亲的来信。你甚至可以在档案中看见自己的居家平面图。这就是1980年代的校园监控。50年代起，政府以各种形式对各大专院校师生进行绵密监控，内容包括求学、服役、就业等日常生活。80年代，情治机关为强化对校园师生与社团的掌握，成立安院专案。在你身边，听你说什么，看你做什么，包括哪一些人在聚会，在这个聚会里面谈了哪些事情，甚至细到我们的分工，都在这个报告里面，一直被监视，电话被录音。我们的辅导长或者是征战官，他清楚的记录我在什么时候说过的些什么话。我在电话里拿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听到那个录音机的声音嘛。他已经告诉你我在录音了。那个监控是无所不在的，而影响到你的很多的一些日常的这些生活。阅读这些不是自己写的青春岁月日记，他们将会第一次得知，当年是哪个同学、哪个好朋友、哪个老师，甚至哪个邻居成为告密者。他要说从你的旁边抓一个人，变成他的线民，然后那个人会被他当他的线民。我可以理解说，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当廖北亚的，那一定是被威迫利诱。自己的学弟妹才刚进台大，就莫名其妙的被吸收，变成是调查局的通讯员。常会发现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活动就事先被预知了，事实上他可能已经把我们前几天所开会的流程等等呢，都已经上报了。大学的时候，他们通过很多方式想要去影响你，或者是说，他们也会让你知道你的这些行为因为被监控，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你将来。我念研究所的同学也是我大学的学长，还要负责去写我在最近干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呢做了些什么事情，找工作顺不顺利，这些都巨细靡遗的报上去。那你说对这些东西你不害怕吗？当我看到那些名字的时候，当然我很难过，说这些人怎么？我当然认识这些人啊，第一本到最后一本我看过的我都认识啊，一定要把我写的哇好伟大，怎么样哈，那么才有经费嘛，才有人嘛，才可以布建嘛，甚至他们讲说，就在我家附近买一栋房子，还写多少钱呢？他们公开就讲说，家这人工，我来租你的房子好不好？我的房子里面的格局都有拍照片，书放在哪里，对不对？表示说我们有进来把你整个生活起居都拍下来了。我要感谢有这次机会，让我再看到我在服役的时候，妈妈写给我的家书。我花最多时间其实都在看当年我妈妈写给我的信。这些我是要感谢国民党，还是要感谢调查局？是咱头拄看到吼，这是促转会吼来邀请到所有过去受监控的这个人士来去看一寡这个资料甲档案吼。但是咱头拄嘛有讲到吼，这个促转会伊的这个位阶吼到底如何啦吼？但是咱即阵嘛要来邀请到吼屏东大学销售这个助理教授过去嘛伫咱促转会做过这个研究员吼。但是你做吼是这个较功夫较幼路的这个物件吼。当然虽然有这个实际上这个问题，但是恁咧做的嘛是算一种这个研究吼。你安怎看这个历史档案，再甲你做研究的这个部分咧，来邀请苏教授。嘛是咧讲安院专案嘛。是。安院专案其实是有一个前置计划的一个专案，它其实是从70年代开始，国民党就主导学校需要注意的机关。可是那时候没有投入太多的资源去与学校进行保防的工作。那所谓的保防，很像我们现在的站哨的那种概念，就是他派一个人在那个机关里面去观察，发现有没有一些这个要向情治机关主导，但是这
这个保防的工作一直到1980年代的时候，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那时候的异议学生分子就刘义德，他们跑去那个彭孟熙的家附近去喷漆。这个时候国民党才意识到说，不能只用保防的方式去处理校园，他们就开始建立安院专案。那安院专案是在这个脉络下出现的。也就是说，到198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国民党跟教育部、跟政府还有情治机关、跟警总，他们其实是一边做保防，就是原本的校园安定的工作继续做，同时去布建一些比较常态性的工作人员在学校里面，但是他也会针对像是刚刚看到的谢颖清、林国明这一些人，还有包含像现场的范云委员。他们觉得这些人是要特别花时间精力去监控他们，要督促员去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这时候其实就是政治侦防了，就是这些人已经是比较特别的，而需要去关注他们是不是在日后有可能会集结起来。那他们关注的重点，其实对于学生关注的重点是要预防学生跟党外的人串联。这个其实是档案里面透露出来的资讯，就对于学生本身的监控，或者是说防治他们从事学生运动这件事情，日常的体制可以运作。可是有一件事情要警戒，就是要警戒他们跟党外的串联。这个是安院专案的一个脉络。是，所以咱看到讲吼，头拄啊，这个苏教授讲着吼，做研究的时阵，内底发现在这个档案内底吼，这个专案吼，头拄讲的这个案源专案吼，其实就是1950年代开始吼，政府用了各种形式吼，对这咱讲吼，这个大学这学生囡仔，也是这个老师吼，进行监控吼，包含伊这个求学的这个部分，也是讲就业等等吼。啊，1980年代咱头拄嘛讲着吼，因为这个保防机关吼，另外咱都讲吼。要甲伊收入的这个政治收查，还是讲侦防这个部分吼，所以另外佫成立着一个这个安全专案吼。另外咧，咱又讲着吼，这个是扩大着讲避免这个学生囡仔甲这个政治还是讲党外者有一寡串联吼。头拄啊，这个研究员教授嘛特别讲着这个范群这个咱的这个委员咱等下嘛当看着讲另外一张图就是你去过去去调档案的这个部分先来甲咱分析一下，你当阵调档案。规清夜啦吼，你讲你开7、8点钟再去看，哪看心内是安怎想咧？迄阵看的时阵就是无伫咧想啥，因为就只看是讲有得啥物物件嘛。啊，有时阵嘛欢喜讲哦，原来以前吼咱有即寡论述啊，怎么30年来我都没有进步？但是嘛，足侪时阵是感觉就惊吓吼，就讲。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哈，是讲有一个会哈，6个咱学运干部，因为一直开会，那个已经是很核心嘛。但是依照促转会的记录哈，内底是写讲内底有2个廖白啊。OK。好，我看迄内名，一个是我的名嘛，佮5个人，都一个是廖白啊，我拢没有办法接受。OK。好，我也猜不出来是啥人，我是讲这个对我的震撼就大。好，因为迄阵嘛是，唔是讲100个人有一个廖白啊，安尼刚刚讲迄是合理吼，咱知影。但是咱迄阵吼，从野百合学生运动前后。很多的会议咱拢斗阵足久啊，吼，拢2、3档，唔是讲第一工熟悉的吼。啊，咱伫咧筛选嘛，拢有筛选啊，足侪人嘛是咱台大的学生。OK。你讲你无钱吼，要去趁钱，安那嘛足奇怪。你趁钱，咱做家教嘛会使趁钱。你讲去人逼迫，迄阵已经是1988、89、90吼，迄甲林左水、陈锡迄个时代无啥共，迄阵就比较开放了吼。所以，各有学生做这个代志啊，今嘛咱可能是朋友，你就感觉讲没有办法接受啊。到今嘛，你嘛唔知影因是啥人哈。所以，另外一个是讲这监控的程度，跟我想的无共啦。因为阮伫咧学生的时阵，当然有讲又讲啊，啥人是廖白啊，学长、学者、学姐拢嘛有讲，吼。但是伫咧我较参悟的时间，已经是1988、89、90的，迄阵民进党成立啊，盖严吗？就感觉讲无迄款代志，这款代志应该规模没有那么大。OK。但是我去看迄个档案，伫咧上最的时阵，我一个人边啊有7、8个廖白啊。哦。而且伊对我是他都要讲政治侦防，伊清楚说，伊政治侦防的理由是讲我违反刑法100条。OK。所以要开始搜证。所以尾啊废除了才无这个代志。对，后来就停止搜证了。OK。啊，刑法够一个证据，你讲为什么讲我违反刑法100条？有一个证据嘛，就好笑的，那个林左水先生听嘛好笑，讲我们跟那个分离主义分子，拉把邱毅人走太近。OK。我讲走太近。
啊，林左水也是在证明后，我们没有走到那么近啦，就讲请因来演讲，林左水先生迄阵嘛有来阮社团演讲嘛，演讲完了后，大家去开讲，听讲邱义仁讲什么国家机器啊，迄什么代志啊，什么哦，就是这款代志，伊讲什么，我个人甲邱义仁吼，啊，还有别人吼，分离主义分子走太近，这嘛是证据吼，就是讲敢若但是。重要的是，这是你边仔的朋友讲的，吼，我想这是上讲上无公平的代志啦，因为吼，你搜证就算啦吼，啊，我想袂使接受的是讲，迄阵是咱大家斗阵参与学生运动的朋友，吼，嘛是很小的圈圈，啊，做这款代志，啥当以来拢无人甲阮讲，OK，直到我们来看这个档案，我想迄个感觉就是讲，这是严重的破坏。咱的信任 ，OK， 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吼有9年之久吼，拢去用监控吼。咱讲伊收集的这个资料超过几千页啦吼，所以这是咱讲的这个监控的这个档案。头拄仔咱嘛讲到吼，其实咱讲到这春晚专案也好，也是甚至就讲吼这个春风计划啦，等等遮，其实咱头拄仔嘛讲到黄国书委员啥即回吼，互安尼压出来即款代志吼，就是讲。伊个讲法吼嘛，伫面册开始写，咱一开始嘛有讲啦，就是讲，迄当阵哦，伊毋知当时去到这个政治单位，吼去甲讲要甲约谈吼，约谈了后就讲有一寡半吓半理由的这个之下，但是咱嘛毋知影到底有理由偌济啦吼。但是根据吼咱讲整理的这个资料来讲吼，你若是做这个线面学生，还是个做情报人员吼，你的这个津贴啦吼，逐个月3000有的人吼，甲5000、1万拢有啦。伫个时代。哇，这真大银啊！吼，迄阵我教做家教，教2个学生吼，一个月差不多摕4000块，教2个，一礼拜去2摆。所以这个咱讲吼，真正收集资料，你就平常时去做活动，哪收集资料，哪写到这个钱啦吼。继续咱搁请教这个苏教授啦吼。咱伫档案内底看到吼，其实咱公布的吼，差不多国安局移转的这个案吼，差不多197件尔啦吼。调查局遮吼，差不多5508件，敢若公开501件。咱讲有分公开无公开吼，咱的这个想法到底是啥物咧？就公开资料甲无公开资料，当然有诶爱保护啦吼。你认为遮上大的争差是啥物？即嘛是这个数字是档案局迄边查出来的，就是讲调查局跟国安局已经把，尤其是调查局，基本上已经把他们应该交的档案移送到了档案管理局。可是档案管理局能不能上架这件事情，有时候还是要回头去问情治机关。比如说像国安局好了，国安局其实是他们被审定了非常大量的政治档案，可是他们移转的数量又少。那移转到档案局之后，他们又会找一些理由去让档案上架的情形变得是很完整。比如说，他一卷里面有10几本，可是他就会把其中几本拿掉，所以我们才会查到的那个数量其实会变非常少。那档案局在2017年开始，他们估计政治档案监控类的这一批档案，2017年开始征集的数量可以到500万页，所以你们可以想象这个对照我们现在得到的资讯，就会知道说，其实很多的档案目前为止是还没来得及征集进来，然后上架，所以主要是上架这个部分，是，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啦吼，这个资料唔是拢完全公开啦吼，咱看到这个数目吼，其实咱是讲比过去因所收集的，咱讲吼这个比例上还佫差真济吼。咱感谢苏教授吼，甲咱分析较济吼，春晚专案还佫有这资料公开这部分。继续咱佫请教这个主题啦吼，头拄啊，这个其实罗水兄嘛有甲咱吼建议一个啦吼，其实咱讲过去。你头拄嘛讲到吼，概括成熟啦吼，甲过去这个大历史大背景的这个物件，但是咱嘛讲到，即阵的这个资料甲档案吼，也是有一寡无法度来公开。另外咧，吼包含着这个政治系统吼，到底伊开放到偌济，还是讲真正要落实甲转移正义的倒一步？咱讲吼，这个你的看法佫是啥物咧？转型正义吼，当然嘛真重要吼，但是你做法要怎做较对吼，这会使大家讨论啦吼，但是莫袂记的。促转会是民进党2016年蔡英文总统就任了后立法院立法才成立的。是所以讲其实民进党有全部的主导的权利啊。讲实在就是安尼嘛。所以讲做好做歹，伊赶快嘛爱概括承受啦。这个
东岸到底爱开放到什么程度？哦，我认为啦，你也问我当然认为愈公开愈好，愈公开愈好。OK，为什么？因为大家嘛，想问的。我念这个黄国书委员，较早伊咧做这个政治单位的线民的时阵，伊到底提供什么资料，提供什么情报，其实大家唔知嘛。到底那被害者是什么人 ？OK， 被害到什么程度？其实咱嘛唔知影嘛。所以讲，如果这个社会认为讲有必要去了解，进一步，去公开。我赞成啦。我感觉就因为坦白讲，我强调就讲，即马是民进党执政，伊想要，伊其实伊有权利去做这个代志，要推动到什么程度？伊会使去处理嘛。OK， 但是我感觉啦，就是你嘛是要顾虑到，因为我看迄调查局也是政治单位，可能有一寡这个隐私权这个顾虑。但是我讲这总是要一个平衡啦。OK， 但是我上后尾我讲吼，促转会伊的成立迄阵啊，头一任的主委叫做黄宏雄嘛伊当初提出来3个原则：真相、公益。甲和解，做认同的，是，但是真不幸，伊做无偌久落台啊。为什么落台？大家会记的嘛。迄个副主委张天庆的事件嘛，当抢的事件嘛，伊甲促转会变成选举一个斗争的工具，这大家无法度接受的嘛。就讲这本来是利益良善，结果互你一个歪一个，则变成一个选举的。也是斗争的工具，来斗争咱在野党、国民党。所以讲我讲这吼，这个历史，这个笑吼，大家拢会记的啦。所以讲爱登记到吼，本来你要成立这个促转会，伊本来的伊个原意是啥物？初衷是啥物？初衷是啥物？所以大家人民才会接受嘛。OK， 所以咱讲吼，这个落实，咱讲转型正义，其实吼，咱真正吼。万人真济步，但是咱的这个做法吼，真正嘛无较有路啦吼。其实这回内底吼，唔单干那是哪力两党吼，哪力阵营吼，直接吼有一寡风波伫咧吼。其实嘛，牵涉到这个民进党党内啦吼。尤其咱讲吼，上去用开除吼，黄国书委员去有这个新条例去开除了后，尾吼伫咧媒体搁逼出来，尾咱讲黄国书委员伫咧面册讲伊要三退啦吼。过来搁请教这个罗水兄啦吼，咱讲这个事件，那真正变做是民进党内一个内部的斗争吼。你嘛无愿意看到这个情形，然后头先你嘛讲到转型正义，也是讲促转会，其实问题真大但是这若是变做民进党内部的斗争，你看代志安怎发展落去？谈不上民进党内部的斗争啦。一个人做的代志，家己担当嘛，这上面有啥物斗争可言呢？输就是输，非就是非，输就是爱用肯定，非就爱退嘛。是。来退就变做斗争。这个真奇怪。OK。像拄则洪子就讲完讲，迄个张天钦啊，把这个资料摕来斗争，那别人安尼批评啊，民进党不会讲。国民党凭啥物讲呢？所谓摕这个物件来斗争，遐个斗争的斗国民党，你做歹就是做袂红斗了，骗笑的。也当做袂红斗，袂当红斗。哎呦，你那个。所以别人讲，我赞成。我嘛无赞成张天钦安尼做。是。但是确实的吼，国民党较准确的啦。你家做歹代志，讲你袂使甲我歹代志做的代志摕出来公开，安尼就闹争。你国民党做的歹代志，就永远继续做到底哦，笑死人闹人安尼。这袂使啦，别人讲袂使，我捌替恁讲过啊，我捌替恁讲过，但你家己唔通讲啦。是。这国民党的本质就怪怪啦，家己唔通讲的代志，佫要硬要讲。至于拄则看起来吼，迄个翕出来是，原来都是，所以去年来迄个报纸啊，拢有图拢有啊。杨碧川啦，是，唔是李锦祥。OK， 所以今仔日媒体李锦祥，啥会变做李锦祥？就因为促转会吼，遮闹一个几句话，遐闹一个几句话，遐闹一个几句话，大家都惊一当哭啦吼。
去甲这个话拢斗起来，啊，斗到变，唔是李进祥，变做李进祥。OK。啊，所以安尼真害呢。真害就是讲，促转会本来要追究真相，结果制造假象。OK。啊，这个我还有一个要话要讲的就是讲，拄则有教授讲啊，是，这个黄国书这就是迄个落实转型正义、还原真相的开始。一个小县民，伊名公布出来，转型正义都有啊，笑死人。OK。这个基本上可能啦，真正要摕这个真相啊，类似黄国书这，你像个范围去看，规本伊讲规千页，是，足济啦。OK。这都是鸡毛蒜皮嘛。所以说呢，这个处长会讲，林卓水，你有很多记录，你要不要来看？我根本没有兴趣看。没兴趣哦。没有兴趣，那个鸡毛蒜皮嘛。真正转型正义大条的，像迄种讲四大案，是尹清峰案，林宅血案，是这个陈文成案、美丽岛案，这唔在大案，这唔在大条的，迄处理这转型正义。OK。这个黄国书逼这四大案，那个比例然后。那不是，还不是这个大象比老鼠，大象比细菌，那个比例这样，你如果开戏啊，所以促转会，他别讲四大案无在了呈现真相啊，因为你看那所有的了了较对迄个侦探片有兴趣的人，所有情治单位的谋杀案，谋杀的命令录音带，互你是录音带，互你听了，录音带自动销毁。证据不对。杀人案那个一定是口头交代，书面马上销毁。是，这绝对找无的。结果呢，都是个真正大条的转型不了正义。然后找一个鸡毛蒜皮，当就天大地大的转型正义的开始。OK。所以当时侦促会这一些人啊，就是今天这个促转会成立的源头。有侦会这些人推动，造有这个促转会成立。这个结果呢，促转会2年搞，讲要不要延续？侦促会反对啊。为什么？最原始的发动者反对，要给你看穿了嘛。你做不了什么事，那么就应当结束。结果这些人到处去陈情，到处游说，我要把它做完了，要继续自动延任，不应该啊。这个我们的执政政府也不应该让他游说就加以延长，就及早结束。今天就没有这种事情，不打这个大象去打细菌，开什么玩笑？是啦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这个促转会议的这个任期虽然有过延一任但是每年伊可能都要完整的来退出啦另外咱讲这转型正义其实咱头拄嘛讲到有路的所在爱搁较有路咧啦另外，咱讲到袂当变做是咱讲放话这种风声的这种咱讲机器伫咧这是咱看到讲真侪人咧做一寡这个评论的另外，咱嘛看到讲迄当阵安院专案这个部分监控的对象，这个范云委员嘛是迄当阵监控啊。头拄这个罗俊贤嘛讲到迄当阵学生社团的讲师杨碧川嘛是共款是监控的这个对象啦。伊讲这个电话摕起来，就会当听到这个录音机的这个声音无人天生就介意做这个了白。一定是去用这个威逼利诱啦这是咱看到迄当阵伊的这个讲法。另外咧，迄当阵台法律系这个学生贾英清伊讲感谢咱讲伊去看这个档案的时阵，看到伊咧做兵的时阵，伊妈妈写互伊这个批啦到底是要感谢国民党，还是要感谢调查局啦所以若看到讲去用监控了后，伊这个心理上到底要感谢迄当阵有去用监控无？无迄个妈妈写互伊，伊可能拢袂记哩了。另外，这个台社会系这个学生林国民，伊讲监控是无所不在，因为被监控所以可能影响到你的这个未来啦咱看到讲这个台历史系迄当阵的这个学生即阵嘛是立委。
郑嘉宾伊安讲吼，这个是若是人的一生吼，难免会犯错啦，难免会被伤害啦吼。若是伫这个错误内底去弥补，吼，伫受害了后，嘛会当去宽容啦吼。人甲人之间会当坦然面对着家己的过去。其实咱看来讲，吴国书委员吼，即阵伊是坦然面对着这个过去，甲伊过去做过这个进步的这个部分吼。啊，但是当然嘛有人甲支持，有人甲赞声啦吼。啊，但是有人讲，哇，你就是爱甲所有你的这个吼上级的这个机关，安怎去当阵交代清楚，你才有法度落实到咱讲的这个转型正义啦吼。但是头拄罗水兄无共款的这个意见，咱继续搁请教委员吼，这落实转型正义，其实咱差真济步啦吼，你搁安怎看咧？当然是差真济步啦吼，就刚头拄罗水兄讲，南非是。就是说，宗教的领袖出来领导嘛，哈啊，咱要讲咱台湾这个小英总统上任之后，这个促转会哈成立的时阵吼，听讲就歹找人啦，哈啊，今嘛吼主委甲辞职，今嘛是代理主委嘛，哈，那伊今嘛我也知影讲，因今嘛伫咧写报告，应该是明年5月就会结束哦，啊，当然因可能吼，我想讲因可能没有想到讲这个黄委员的事情，会直接这个时间吼爆出来，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咱台湾民主的路吼，嘛毋是直直的吼，嘛是安尼歪来歪去，歪来歪去，可能咱转型正义的路吼，嘛毋是直直的吼，可能会歪来歪去哦。我看这个代志是讲吼，因为之前的感觉是讲，咱台湾人跟他讲不太在乎转型正义，你看霞英公公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那下面受难者出来恭维，大概就讲哦，你要宽恕，要和解，其实嘛无啥丢呢。因为你刚刚我这个就秀的代志吼，他都要讲这个非常微小的事情啦，跟那么多5大案，阮这个学运世代人吼是伫解严后吼解严前后残部委，其实没有真的付出很多的代价。我就刚刚讲这么的不公平，吼，你想到说那几大案引领家人吼，就是说就嘴人因刚刚讲这个转型正义是不是有给他们公道？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代志。互咱一个新的机会，好好讨论吼。那是黄委员是一个吼小螺丝钉吼，还是咱苏院长讲菜刀，咱就要好好来想讲安怎对待那个拿菜刀的人，还是这个情治系统的决策者。哦啊，为什么迄几大案都破不了？是讲咱促转会人在做研究都能力不好，还是说资料拢无去啊？我觉得咱比较去想讲这个事情到底安怎该改哈，那走到现在以后怎么走？因为这个档案资料哈，这个黑暗已经咱都看到哈，我看清楚看到一半，这个潘朵拉的盒子已经打开来了。那今嘛比较公平的方式是安怎处理？我嘛刚刚讲拿来做政治斗争是不好的。啊，这个我也同意。左水兄公，国民党没有资格说人家在政治斗争啦哈，因为这是新潮流家己伫处理这个代志。那立委选举够冷当呢，要斗争今嘛变斗争休炸了哈，是讲伊是家己处理的哈。啊，你国民党笑人家说把它矮化成一个他内部面对这个事情因的是非。我觉得就是说，你是加害者在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嘛？当然大家也就是可以哈。那但是现在怎么往前走？是不是能够超越党派？以后不需要说哪个政党哪个派系自己面对，那对咱台湾人民是不是有权利应该要知道真相，要知道到哪里？那我们制定一致的态度。那我认为咱台湾人绝对是宽恕为主，是不会追究的。上尾咱来请教这个主题了吼，来回应这个委员的讲法。台湾民主爱向前行啦吼，到底国民党我就拄啊讲啊，该反省、该检讨的吼，爱做嘛，啊嘛做假啦，啊到底做了有够无够，大家会使来评论，我尊重啦。史都还没有那个另外，但是我回应罗水委员的意见啦，伊意思讲国民党无资格批评迄个促转会啦吼，我这个逻辑我唔是真了解啦，按照这个逻辑，民进党嘛袂使去。检讨别人有贪污的情形嘛？为什么？因为较早伊陈水扁前总统，伊就是上大的贪污犯，是安尼吗？我意思说，如果国民党无反省，即摆要反省别人，安尼唔对。阮反省过啊，嘛付出代价啊。对于不公不义的代志，阮当然嘛是爱讲出来啊。所以我为什么拄仔讲台湾民主爱向前行，转型正义真重要啊。咱袂使行回头路啦。我举一个例就好啦，前民进党共阮阿扁的副手。吕秀莲副总统啊，伊形容啊，
迄个蔡英文总统是啥物？是较有运气的武则天呐，幸运的武则天呐。伊咧较考试啊，伊就讲伊做这做法哦是反民主的哦，所以讲伊无认同啦吼。所以讲我意思是讲，民进党家己来检讨，即摆是完全的执政，所以讲要负完全的责任嘛。OK，所以讲我大家共同努力啦，促转会到底倒位搁要加强吼，搁要向前，大家做回来啦。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到吼，这个转型正义吼，台湾要离真远，但是总是吼，头拄啊范云委员嘛有讲过，咱的民主嘛毋是安尼直路啦吼，总是弯弯翘翘啦吼。啊，即回有即款的这个代志，咱讲安怎互伊搁较好啦吼。另外就讲吼，这个还原正常到底啥物才是落实着？哦，咱所讲的这个转型正义，还佫有一大步，但是咱继续拍拼。感谢所有来宾，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再会，感谢多谢。